口頭質詢，林大輝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有市民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喺去年8月31日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所作出決定，定下咗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嘅具體方案嘅框架。而隨後發生嘅佔領中環行動（下稱佔中行動），令社會陷入前所未有嘅撕裂局面。佢哋又指出，雖然政府多次強調政制發展尚有討論空間，例如提名委員會嘅組成、行政長官候選人嘅提名門檻、普選行政長官嘅投票模式等，但現時社會存在巨大嘅分歧。而修改基本法附件1所載有關行政長官嘅產生辦法，須獲得本會全體議員2/3多數通過有關方案（下稱政改方案）。因此，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嘅難度十分之高。故此，各界關注政府能否做好第二輪公眾諮詢嘅工作同埋期望管理，防止大規模抗議活動再發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第一，鑑於有市民批評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就政制發展第一輪公眾諮詢工作所撰寫嘅報告未有全面反映民意，令部分市民不滿，係佔中行動嘅發生嘅原因之一。當局有否全面檢討該輪公眾諮詢嘅工作有何不足之處？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第二，鑑於第二輪公眾諮詢嘅時間較第一輪為短，有否評估有否足夠嘅時間諮詢各方嘅意見？喺諮詢期內，會否安排本會全體議員到北京，直接向中央表達佢哋對政制發展嘅訴求，以及會否與專上學生聯會同埋學民思潮嘅成員，以及3位佔中行動發起人會面，或者共同出席公開論壇？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第三，有否評估政改方案不獲本會通過嘅後果？包括會否出現管治危機，以及行政立法關係會否惡化？有否評估喺第二輪公眾諮詢期內或之後，會否再次出現佔領道路行動？以及政府有咩辦法防止其發生？若有評估，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